早期物资欠缺，碗盘若是破去，拢是找人补破碗。中华有一个专家自封本，补这个破碗盘补30外吨咯。伊补过碗，毋但底水袂漏，外观阁真水，袂输是艺术品。来看今仔日的看见台湾国宝师傅。肥仔碗若破去，先歹等掉，用糯米饭，还有几片蚵仔壳，等入酒精区内面。凝萃了后变成白色的膏啊，会使将破去的肥仔碗连起来。后来再用这个锁啊，将这个碗固定保护严，加死压出来，伫肥仔碗必顺的双边落空。再将当片靠平顶伫碗面顶。用铁腿轻轻卡，或者当片黏下巴，这款的技术叫锯齿，底水袂漏，用卫生纸刺埋过关。袂啊打打，若搁用100年无问题啦。所以如果你搁摔破去吼，伊是修理肥仔的专家朱phong本，真卖这个补丁的文物，收藏真侪古董灰盘甲肥仔，卖甲去拜师学艺。爱用手势，你一个功夫学来，嘛毋3工2工会当就叫做学，叫学上久就是落空。落空上困难，角度、力头甲深度若毋对，就去啊。对来欣赏补丁的美感，朱phong本更加讲，补丁嘛是勤俭的美定。无钱人，像讲啊，囡仔拢大家拢同少4个5个，啊，就10外个嘛，去生。啊，你无迄样欠者，迄样欠者吼，无靠后囡仔食。朱phong本提出规组有几百年历史的补丁担，古早人就是担这个担，到家家户户去就成理。即摆已经真少人碗盘破去，搁找人来补啊！抑过为了无要互这个补肥仔的技术失传去，朱phong本开班授课，要这个补肥仔的技术变艺术，永远传落去。